聽清楚，以下呢段說話值得你靜靜咁聽一聽。你肥，人哋話你食得多；你瘦落嚟，人哋又話你病咗。你着得體面啲，人哋話你晒命；你着得簡單，人哋又笑你寒酸。你敢講真話，就俾人話冇禮貌；你選擇沉默，又俾人話冇膽識。你成功，人哋話你囂張；你未起步，就有人話你懶。你想做老實人，人哋當你好傻好天真。睇得出，無論你點做，總有人講三講四，永遠唔會停。所以做人最緊要係忠於自己，去做令你開心、令你安心、令你滿足嘅事，一步一步築起屬於你自己嘅夢想人生。